宝藏们，曾宝仪的人生藏宝图推出宝藏限定会员制了，在这里你可以听到独家集数，包括宝藏来信、好剧、好书，还有我的旅行日记碎碎念。加入我们，未来还有更多福利在等你哦。对了，宝仪我本人还有机会跟你交流啦，而且还有很多平常我不会跟别人讲的事情，都会在这里跟你讲啦。各位万城里的里民，大家暗大家好，这是万城里长办公室，我是王来，我是莲雾。莲雾，你这礼拜有注意到台湾的大代志？哦，你讲选举哦？对啊，我小可看一个都无想要看。我就是迄当阵开面册时阵，怪到人讲台南拜拜，我是讲有啥物台南拜拜，有啥物台南拜拜啊？结果好佳者是无拜拜啊，毋过伊迄票数是有正危险。呵呵。开了无足水，因为我记得迄当阵赖清德伫选连任的时阵，伊开出来票数是72万哦。嘿。即届台南市长黄伟哲开出来才40几万尔，伫要一半去啊！哇，安尼小比之下，感觉单机牌选较袂歹，因为我记得遐是咧罢免韩国瑜的时阵，改成是80几万票的罢免。即届单机牌有摕到70几万票，应该是算袂歹啊。系啊，有甲你岔开，你就想看觅，迄当阵投互赖清德的是72万诶，就等于讲有30万的人无投互黄伟哲。我感觉有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伊无啥物新的政策出来，就是在伊开始做台南市长，互阮台南人会感觉伊只是伫做进前已经规划好的物件，毋过伊无啥物新的出来，无想讲阮高雄市长单机牌安尼2党尔，你会感觉高雄改变真正足大诶。是因为单机牌本来就伫高雄足久啊，进前社中庭兼单局的时阵，伊拢有伫高雄市政府内底做事啦。嘿，虽然会当讲原因之一，毋过阮的市长黄伟哲伊进前嘛是台南市的立委，所以伊应该嘛爱小可知影台南市的。不管是议题也好，还是对地方，你才有法度去帮老百姓处理代志嘛。伊伫台南学做2-3年的立委去啊。毋过就是安尼啊，所以足侪台南人拢无出来投。阮直接讲，有一寡朋友拢是因为伊拢无出来投诶。系啊，我有一寡感温站也是因为去投票，但是因投废票，因就是对即个黄姓有小可袂爽。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进前台南议会伊是支持一个有前科的人出来选理事长。这新闻其实有一点大，毋过新闻足少咧报啦，因为新闻较报拢北部的啊。系啊，对啊，这嘛是一个南北资源分配不平均的问题。对，还有另外一个，我感觉有真可惜的是，公投的议题要修法，和18岁人嘛会当有投票权。我感觉这个无过是有一点啊可惜，嘿。对啊，我其实有小可意外呢，伊公投无过，因为我有看到韩国瑜嘛出来出来支持，我想讲安尼国民党应该拢会出来投吧。Wait a second， 韩国瑜出来支持遮进步的话题哦。系啊，对啊，就我有看到一篇就咧讲台湾的头几个上大的政党啊，拢有支持即个政策啊。比如讲民众党嘛有支持，嘿。毋过我感觉
台湾人说较无伫客即款几岁投票这个议题吼，你感觉？我是毋知，因为我的公文章拢有咧推测即个议题，所以我毋知影讲台湾是毋是逐个拢有咧关心即个议题。毋过伊这投票无过，主要是因为无过迄个门槛，毋是因为无同意的人伤济啊。毋过无同意的人嘛是有500几万人诶。嘿嘛是有啊，就嘿。英国应该是18岁拢会当投票啊吧？嘿，18岁拢会当投票。因这是伫讲，因为敢若剩英格兰甲 Northern Ireland， 就是16岁，佮也袂当投票。像迄个 Wales 甲 Scotland， 因拢16岁当投票啊。嘿，我有看到这因为我去查嘛，我看到另外一个较趣味的是，伫苏格兰。迄个你若14岁，就会当投因地方的选举啊。14岁就会当投票嘿，投因地方的选举。你若16岁，你就会当投学英国国会的选举安尼。我感觉这是一个互囡仔去接受政治，嘛不要讲政治啊，就是你身躯边的一款政策。我感觉这是一个做好的代志。我感觉你有开始有选择，你才会开始去关心。对啊，就是，嘿啊，我感觉这嘛是英国甲台湾一个做共款的所在，就是少年人对政治较敏感。台湾的少年人敢有对政治就敏感的？爱看外少年。嘿，爱看外少年。毋过其实你若真正会关心的。其实拢无分年纪啊，毋是吗？对啊。但是英国跟台湾无关心政治，无关心投票，我感觉是无共款的因素啦。因主要是因为因的投票实在是太无聊啊。个安那投拢嘛是 conservative， 拢嘛是保守党去，敢有差？毋过你袂当咧讲，我之前有问过阮翁，我讲吼。伊有一届，伊嘛做袂爽工党，伊我即票要投互绿党。我讲你投互绿党，你就知影因袂调啊，你有啥要投互伊？伊讲吼，我若投互因，虽然讲伊袂调，毋过就是爱互人知影因嘛有需人支持的，互人去知影因咧提出的议题是啥，互人去注意着，无定以后就较侪人会识识着因这政党到底是用啊，无定就有较侪人会伫投互因安尼。因这绿党嘛是有调几个议员的啊。系啊。毋过甲迄个什么啊，甲因迄保守党啊、工党啊，甲迄个立党，因拢是算较细的吧？嘿，比立党更较细，可能是嘿对。因为我感觉英国的民主的这个体制已经足侪年啊，因为1200年就开始争取民主嘛。所以争取到遮应该讲。就熟啊啦，所以所有的老的民主的国家，其实因的投票拢袂遐热。台湾是少年人，我感觉是进前戒严，较阮顶一end的人会较白色恐怖迄当阵吗？嘿，因为阮顶一end的，佫也是白色恐怖的人嘛。对。比如讲阮即end的囡仔，因佫我出世的时阵还袂戒严嘛。对。所以，阮的囝拢还袂有投票权啊。所以，即摆有投票权的囡仔，因的爸母其实拢也是伫咧白色恐怖时阵大汉的。所以我感觉讨论政治已经无遐严重，但是讨论政治也是佫有小可安尼，感觉有小可会惊的感觉。对，所以我感觉台湾跟英国少年人的投票率、政治参与较少，应该是无共的因素。毋过你感觉英国的民主真正是真的民主吗？因为英国有方式啊。我感觉因的方式当然嘛是一个问题，但是我感觉因的体制算是介完整啦。对，无论如何，这拢是因家己的人争出来的啊。所以伊是调整变成因遮的人想要正做的模样。啥物啊？因的民主的体制就是你一个所在的民主的体制是会正做即个所在的人民想要即个体制变成的模样。好，嘿。
因为昨我甲阮翁就是讲着投票的年纪啊，伊就讲反正就是英国人有伫讨论16岁当投票即个代志嘛。伊是感觉做歹推塞啊。因为伫英国起要投票的平均年纪拢较悬。若真正会当收到16岁出来投票，无定会当平衡一个因遮老人拢投保守党的结果。我是有小可去甲看一下，因遮少年人就是算18岁到24岁少年人，因的投票率是差不多50%。65岁以上的人的投票率是80%以上，所以是有一个差伫遐。过来是因少年人较老人之间的即个支持的政党嘛较无共啊。18岁至35岁，来支持即个工党的人人数是过半。但是支持保守党的人数是差不多在到2-3成遐。对。65岁以上的人是完全倒变过来。65岁以上的人支持保守党的人是过一半，但是支持工党的人差不多伫2-3成遐。你知你头讲这65岁以上投票率，有甲80%嘛？我想想着一个做无好的念头。就是因为考不了65岁以上的应该无到80%吧，后一间若投票的时阵，无就是有去登记投票的人有80%，但是若是已经即个登记死亡的就无法度。对啦，先甲大家解说一下，台湾是地方政府寄票去恁兜嘛。对。但是这是因会寄一张纸来叫你去网络顶管去注册。伊遮就是网络顶管注册，无就是伊会寄一张批，互你填资料，你甲寄转去安尼。是毋是大概选拢着爱重新登记？对。嘛是真够工诶。做够工，我顶大学有登记，毋过我需要爱去网络登记，因为这是我第一届投嘛。然后因这选举的方式嘛，甲台湾有无啥共，就是你就是去伊迄选举的所在，然后伊就互你票，你就投看你要爱投啥。另外一个就是你会当寄批的方式去投票。所以通常拢开票开到隔工下载才会知影结果安尼。我有去较查，因为当然嘛是有人是住伫海外嘛，因海外投票就毋免坐飞机去转来，因就是用寄批的方式投票就会使啊。因遮投票的人数差不多是10万到25万人，因为大概投票的人数会变嘛，有当时是10万人，有当时是25万人。安尼嘛是袂少呢。袂少啊。所以这个海外投票的方式嘛是真方便。是啊，你无毋对，毋过我感觉台湾无适合海外投票。这我就无研究啊，我感觉就是就是咱家己爱去讨论这个代志，无一定别个好诶，拢是对咱好诶。对啊，因为之前毋是有人伫讲要海外投票嘛，毋是住海外诶，就讲大概坐飞机转去投票就无方便啊，有啥物无爱海外投票啊。毋过我感觉伫中国国民党无离开台湾进前，甲中国无民主进前，我拢无赞同海外投票。台湾上大诶问题是爱先国家正常化。国家对，这是爱建国。你感觉中国国民党若是搁伫台湾一天，你感觉台湾有法度国家正常化吗？这是一个大议题啊！这有足侪方面爱讨论的，因为因的存在是看是安怎的存在啊。比如讲，即马德国嘛是有纳粹党啊，但是因就是足细啊，
你爱想呢，中国国民党的党产是全国全球前几名的呢，因是足有钱的。你莫看因即马有时啊看安尼小可摆卡，因是后壁足有钱的。我感觉台湾先爱做应该是转型正义啊。对，转型正义。这真正爱落实。对。好啦，讲转来英国，因的投票，你还有啥物来补充呢？因的投票咱讲一下，台湾投票是2党一摆嘛，一届是总统含立委啊，一届是地方的市长含议员嘛。对。嘿，英国的投票是含人无共哦，因是选国会议员的选举是5党一摆。对。因地方的议员选举可能是4天一届，有的所在嘛会当2天一届，但是迄届会选一半的人尔。嘛有一天选一届，大概是选1/3的人，第4天无选。够麻烦的。拢是互地方的人家去选择。因遮较无咧选市长的，但是最近开始有市长的选举，就是最近开始有市长的选举。嘿对，较早拢是因这地方的议员选出来了后，为即个选出来的议员内底，因佮推选一个人出来做市长。有的遮的市长是有实质的政治的决策权，但是有的无，就是有只像人讲的吉祥物。伊就是叫无决策权的市长是叫 ceremonial mayor。就是咱听起来就是吉祥物啊。毋过做爽诶，无啥物代，毋免做啥物代志，得当领钱诶。你要安尼讲嘛是会使啦。但是为即个2000年开始，有一寡应该讲为2000年London先开始诶啦。London 因先开始讲要市长诶选举。就是你即个市长选出来了后，伊是会当做决策诶。嘿。开始了后，因2000年开始嘛，其他的一寡较都会区、较大城市的所在，比如讲曼城啦，还是利物浦，拢是差不多2015、16年开始来选这个市长。无进前拢无。嘿。原来是安尼。嘿啊，但是因足趣味，因为而且你要安怎算，拢是地方的人来决定的，所以逐个市区啊，拢是无共。毋过我感觉大选是顶届大选嘛是政府看要安怎算啊，嘛是因决定的啊。敢是？因为 Cameron 迄当阵选是2015年，伊15年后一届应该是在2020嘛。嘿。毋过因为就是脱欧的关系。脱欧 Theresa May 是落台，结果补救起来嘛。对。然后伊伫处理了无好啊，要脱毋脱安尼啊。迄当阵补救起来了，为着要保因的政权，佮决定脱欧一条路到底是要安怎行，所以2019年的时阵的发动大选。对，因这叫 early election。对。但是听讲，因为进前即个 Liz Truss 落台了后，有人就讲，搁要做一届 early election， 就是提早投票。我看新闻是讲，即个 early election 进前前几天互取消啊啦，无即个政策啊。系啊。所以咱就爱 deal with conservative for another 2 years。搁2当，搁爱忍耐2当。阮翁就讲，因将是保守党，拢伫抗衡烂，拢也无伫做代志，拢领钱尔。系啊，但是我迄当阵即个 Rishi 起来的时阵，我感觉搁愈惊伊会做代志，因为因保守党较右。因着，我安尼想，较 right wing 的即个政策吼，因若是开始做落，对较善食的人来讲是就对因诚歹，就是相等的压迫。
即摆英国的经济已经足歹的状况之下，对于即个弱势人来讲是更加弱势。因遐的政策搁较落了后，我毋知影即个社会变做安怎。我毋敢想。系啊，对，安尼顺续会当来分享一个我即礼拜看到的新闻。好啊好啊。我即礼拜要分享的即个新闻是较大的问题有关系，就是人咧讲的这个居住正义，不要讲好，这段卡掉。就是伫咧11月的时阵发生一件足大的新闻，其实这件代志毋是今年发生的，是2020年发生的，但是这当阵这个新闻才报出来，就是伫咧曼社的北部一个庄头叫做 Rochdale，有一个2岁的查甫囡仔，因为因兜厝内底长期生过足严重的，所以伊就破病足严重煞来就过身去啊！这就是我定安尼讲的，你若是伫英国无钱是会死人的。嘿这个囡仔吼，伊就是住伫即个英国的社会主体内底，就是咱咧讲的国体。对。即间厝吼，因为有一寡社会主体伊管理无介好，所以吼咧整理拢较慢即间厝因为可能伊外口无啥物整理，所以伊的水气就高走入来内底拢会定定就湿的。你也知影曼城就是足够落雨的嘛，所以就是厝内底湿气拢足重的我咧摇应该是因吼，可能嘛无钱开烧气，因为你烧气开落会较大，对，所以因厝内底就是定定会生菇。嘿因爸爸妈妈定定拢甲因的即个厝主，就是咱咧讲的社会主体来欢迎。因这社会主体叫做 Housing Association， 但是这2年来，这个 Housing Association 拢无做啥物整理啦，所以等于讲这个问题拢无改善。所以这个囡仔伊就一直咧感冒，一直拢咧感冒，耳更歹定定拢过敏。有一天就因为伊的即个速气过急送去病院了后，伊就过身嘿，足恐怖的。后来即个爸母对即个社会主体来提告。冤冤的冤一站结果今年即个社会主体甲因的总会撕掉嘛有看到一寡报纸咧批评讲，因为因管理的问题，互即个查甫囡仔死去结果你敢知影伊今年的薪水领偌济？你讲迄个总的吗？系啊。伊领偌济185000英镑。18万呢？18万嘿，18万是偌济钱就是共要800万台票为什么因这社会主体会当领遮济钱我毋知。因这社会主体介趣味，因算是私人的，但是因阁是人讲非营利组织，就是因赚的钱袂当付互股东，是爱阁摕转去阁较济厝，阁也是讲去整理因的旧厝安尼，互更加济人会当住伫社会主体内底嘿。18万这数字，我真正是。其实我毋知影这是济也是少但是就是安尼伫社会上，互人感觉无公平因为伊害一个查甫囡仔死去对系我买这间厝是19万呢。安尼伊一当就买起来呢。系是这样毋对对甲死掉嘛是过了足爽诶，你无看伊做几档？对我感觉这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啦。
因遮的社会主体本来是差不多1919年开始的，到战后有差不多1/3的人是住伫这个社会主体内底。比如讲，阮大家伊自细汉就是这个社会主体内底大汉的。因为迄个时阵战后嘛，大家拢散食，佮无所在通住，所以政府出钱足大量的来起这个社会主体互大家住。但是因为向时政府家己嘛无钱，所以因遐的厝拢是凊彩起的，用上近的、上俗的物件来起啦，所以迄品质拢诚歹，歹修理，变成到后来就是遮的厝就变成是政府足大的一个支出含即个管理的问题。所以伊本来拢是互即个地方政府来管理，到1980年迄时阵开始要转手互私人的人去管理，就是迄个时阵开始叫做 Housing Association。嘿就参我拄则讲的，伊其实是非营利组织 non-for-profit organization。而且因阁有受到即个政府的补助。但是因有一个好处，就是因会当自由的看即个银行来做贷款。对因遮好像有所学者有足侪管理上的问题啊。比如讲，我有看到另外一个新闻是嘛是咧曼社的北部。因遐有规栋的大楼，拢是 Housing Association 的。因为遐嘛是管理的问题啊。比如讲大门歹去6个月无修，所以咧大门拢是开的。所以因 COVID 的时阵，封城定定就有迄人讲街友，无家者伫遐咧困，迄个算较好诶。定定不时的有人去因诶粪扫堆遐放屎放尿。光天化日之下，有人就伫因遐诶顶仔骹伫遐咧注射食药啊。就是有足侪迄款诶。这拢是因拢嘛是抗议足久诶，几啊冬拢无改变，所以就是我感觉毋那是伊这算是社会主体嘛。我迄当阵搁伫扫佛大诶时阵，我遐嘛算私人诶嘛。伊迄毋是社会主体哦。阮真大入面，我是2013年搬入面诶。伊迄停车场诶大门就歹去啊。到阮离开搬走，阮伫遐住3冬无修好。阮逐个月搁60-80磅互管理诶。你这个算 OK， 大门这项算 OK。我搁看了另外一个新闻，伊是安怎的？怀着因就是迄栋大楼的，就是上悬迄站啦。因为迄个风台的问题，所以厝顶的迄破去。所以住伫上悬迄站的人，因兜会落雨。结果因兜是真正落雨是迄水是用灌的即摆所以伊的厝用伊所有的钱买迄间厝，伊是几6个月无通住的。我感觉有一点含的，我感觉英国人嘛做好接受这无平等的不公的代志，你袂感觉吗？因嘛做到 suck it up 呢。我感觉毋是 suck it up， 是因是无法，就是求助无门，迄款感觉你敢知？就是你问啥人，因拢咧踢球啊，像咧踢骹球安尼无啦，迄是伊的问题啊，无啦，迄毋是我的问题啦。甲你踢来踢去，迄无法度因个效率个慢。因效率真正是慢着。所以你即骹球为遮踢过遐，可能就几6礼拜去啊。是安尼无毋对。讲有台湾有一个好处是做到去什么爆料公社有无？因嘛是爆料啊。我讲因遮爆料学无什么好诶。因为我感觉逐个拢是足定睛伫因逐个家己诶生活内底，有诶人是可能足无用诶，惊要烦恼后一顿要食啥都无时间啊。有诶人是可能过甲足好诶，所以嘛无时间来看遮新闻。这样都悲哀呢。但是讲到这个厝内底生菇，我是足有感觉诶。我有看到一个新闻有整理过，讲其实这个厝内底生菇吼，伫这个 Housing Association 就是社会主体内底，其实无遐严重，可能差不多5%的厝
是有按即个状况。若是你厝是家己买，差不多有2%有即个问题。但是你若是去扛即个私人的厝主来说厝的话，你差不多伫10个内底有1间厝是有即个生菇的问题。哈？系啊。什么啊？这比如算真悬呢？系对啊，阮进前说厝的，逐间厝拢嘛生菇。你敢知影我进前伫咧龙赛说一间厝，伊伫1楼，伊就是迄款，这厝主若是伊厝要说吼，其实因拢会头工减料，伊就厝就袂讲保持足好诶，因为因遮嘛是足济厝骹足够共破坏诶。哎，对对对。为的就是个坏的循环，恶性循环。嘿。所以迄当阵吼，阮困的迄个眠床拢袂当换迄个壁，因为吼，你一换壁，你若是扛壁安尼黏做伙，你2-3工了后，你甲开，你就看到乌的一点一点。咱的壁佫会安那，佫会流汗。流汗。外口咧落雨，内底咧流汗。我知影窗仔有当时安尼，因为湿气伤重，你若无开小气的话，安尼。无，阮小气拢有开哦，但是伊迄是位，伊迄是差不多伫咧骹头位迄个悬度，伊会渗闪水入来。世界奇观。对啊，我没有钟乳石了。所以阮咧大的时阵，所有的物件拢袂当挖着迄个壁，无变乌乌。够恐怖。系啊，我最后要搬即摆，我即马大的一间厝进前啊，我等调足济衫的。一个拢生菇。好，安尼今仔日嘛是差不多安尼吼。嘿。可能有一寡废话爱加掉。不要紧，迄好起来好诶，无差价。好，你有要推销什么好食、好耍、好知？你有要推销什么无？我刚推销一个较无共诶物件。你推销较无共。我即礼拜真正是有够入迷，就是你敢知最近有一个人叫做黄浩庭、黄浩庭，毋知影。伊出一张台语的专辑，伊是做 City Pop， 嘿，伊是即个 Sunset Roller Coaster 的一个本萨克斯风的啦，伊是落日飞车的本萨克斯风的，嘿，伊即个新的专辑，我感觉真好听。你是要推销这呢？嘿啊，是毋是足奇怪？因为我咧看着迄个啥货啊，有一个台湾的音乐杂志有甲伊访问，我咧去甲小可甲听者，因为我真介意 City Pop， 一听者不得了，规礼拜拢咧听，伊去接去幼稚园接囡仔，转来拢无开讲话，拢是规车拢在唱伊的歌。你们袂歹啊，因为可能台语以后嘛。系啊，听讲系因阿爸是迄个啦，袁小迪，你敢知影袁小迪？我毋知呢。就是较早咧唱台语歌啊，伊佫有一首歌咧叫做《台南》。真诶哦。拢是写个袂歹嘿。我上介意诶是一条歌叫做《It's All My Fault》。Come One Night Stand 这两条我上介意。好哦，我就是来找看卖。嘿，换你诶。你讲着音乐，我常是要推销一个英国诶节目叫 Gogglebox。好。我之前拢有甲你讲嘛，伊这个节目都趣味的是，伊算是真人节目，毋过因为真人的方式最奇怪，就是看一堆人伫看电视，因遮电视做的评论，我感觉有趣味的，就是因为伊会有足侪住伫无共所在的人嘛，像 London 啊、Wales 啊，无就是万城足侪城市拢有，因会分享因的观点。因的政治观点，我感觉住伫无共所在的政治观点拢
足趣味诶，真正是较北边诶，因诶观点就会较左派、较进步。受住伫一寡较 push 诶所在，因诶观点就真较支持方式啊，还是较右派安尼。即个节目足轻松啊，因就是啥物拢看安尼，你嘛会当知影讲因有啥物好笑诶节目啊，最近有啥物新诶新闻安尼。好，推萨给大家。好，多谢。安尼今日诶介绍就到这为止，感谢大家收听，祝大家身体健康，国泰民安，万事如意，你那么好像不是这首歌。